前咱有报道过，伫咧台南安南区的顶美公园，囡仔伫耍的噜噜铁，唱欢的所在，互绑一支西瓜刀，害小朋友挂着伤。嫌犯这个互查到了，是一个70岁老先生，也毋过这警察找到有的时阵，伊已经破病过身了。台南安南区顶美公园顶5月30号耍的所在，去有人发现有绑一支西瓜刀，刀仔毋若真尖，阁捌着火，互一个5岁查甫囡仔无细力互挂着伤。警察调查，拔刀的人已经过身。现场遗留这些血迹以及刀柄上的这些文物迹证，也是显示比对结果也是死者一人所遗留的。警察比对 DNA， 找到这个70几岁阿公，5月31号下晝由伊处理出来，甲西瓜刀放伫咧车厢，骑车去公园拔刀啊。若刀啊挂着人的过程中，警察加强巡逻，伊阁一摆出现伫咧公园。阿伯，你拢会来遮休困吗？毋过阿公敢若因为破病，话讲袂出嘴，警察嘛无法的，想到伊伫咧这个月3号伫咧厝内断开。他的阿公，我进来都食欲不振啊哈。然后也曾经也跟他讲说，可能他这几天就走了。家属讲，阿公捌讲过家己着重病，佮过无偌久就过身。警察初步调查，伊毋是甲真正嘛无证据。那伊现在放刀啊，敢和破病有关系，会佮进一步调查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